9月27號滿利谷馬場飛行錦標，隨時開閘。一開閘咧，好天朗咧就暫時殿後嗰匹啊，最快彈出嚟咧就係嗰匹真年驕旗啊！樂觀派守住個第2位，浩迪咧就喺外欄嘅第3咧就拍住入邊嗰隻好天朗啊，得4隻馬跑咧就呢場飛行錦標嘅啫。前邊真年驕旗暫時甩開成差唔多2個身位，樂觀派嘅第2噶，好天朗第3，有少少咧就係惡頭咧，嗰匹浩迪咧就守住個第4噶。1600米嘅賽事，睇下可唔可以走得甩啦？前邊嗰隻就真年驕旗啊，甩開暫時5個馬位噶，樂觀派守住個第2位，好天朗第3啦，浩迪咧依然都係殿後第4噶。去到差唔多對面直路轉緊彎嘅階段，前邊真年驕旗甩開差唔多成7個馬位嘅，樂觀派都係第2啦，好天朗嘅第3啦，浩迪依然都係第4噶。全邊呢，即係冇乜燒佢咧，一隻自己單騎領放啊，真年驕旗啊，都數數手指，可能呢都差唔多隻10個手指開外呢就10個馬位噶啦。咁後邊呢，樂觀派呢第2啦，好天朗呢依然都係第3啊，開始騎緊啲噶啦。後邊第4位依然都係浩迪啊，次序上邊冇改動，只係個馬位佢距離呢有變動嘅啫。因為前邊真年驕旗呢仲係甩開成得差唔多8、9個馬位，樂觀派開始上緊嚟，後邊上緊嚟好天朗啦，同埋隻浩迪啊，入到嚟最後200啦。前邊真年驕旗可唔可以走得甩呢？樂觀派開始蠶食上嚟，再出邊呢，好天朗啦，同埋隻浩迪啊，最後100好似冇馬追到佢，真年驕旗有機會大圖成功啦！真年驕旗贏飛行錦標，樂觀派第2，好天朗第3，浩迪翻嚟第4。